着你家己的旨意所讲，你无用我的过犯来待阮，反倒当是用极大的恩典、怜悯甲祝福赐阮伫阮的身上。所以主，我要感谢你，学了你的听，因为你的教示是好的，哦，互我会通离开罪恶，互我会通伫你的恩典内底来徛起。主啊，你的赐福、你的平安、你的疼痛，伫阮的身上何等丰富甲美好。主啊，你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互人伫其中来享受，主，我们感谢你，让阮愈会晓伫主的面前来感谢，让阮愈会晓甲主你三个同行。主啊，阮特别感谢学了你，因为你帮助阮，因为你赐恩予阮，互你家己的百姓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充满了喜乐、平安、稳定、疼痛甲祝福。阮要将上赞学了拢归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主爱怜悯的上帝。公义的上帝，阮所应该得的，主啊，其实我嘛无啥物应该得的，就是阮的活命拢是对你所来，总是你伫当中想做，阮会通三甲做伙，安尼伫其中来工作服侍，来享受迄个成果。主就亲像你会通看到你家己所做一切遐尼美好，你就感觉心满意足，你就欢喜和人三甲做伙分享。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会疼痛。一直拢伫咧，你话语的信息也遵到永世，你要继续用你的话语判断万民，保护万民，引带万民，互阮也进入伫你安息的应允内底，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出伫阮的心内底，主上帝讲，你是我的上帝，伫你的内面，阮就有福气。感谢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请保安兄来报告，谢谢。平安。那日是2023年最后一届的这个礼拜，一冬来每一个人拄着无共款代志，总是来到今年的最后一天，上帝有缘保守大家平安伫遮，无欢喜也过去啊，做一个足好的回忆。好，那我来做消息的报告。今仔日也要来颁发敬老礼金，祝福着乡亲的兄弟，新年旺运，身心强盛。等下吼，要祝大家足欢喜。第二，各人奉献柜的奉献编号位置，明年将有小可的调整，请兄弟伫年底将各人奉献柜的收据、奉献地等家己来带走处理。多谢各位兄弟的配合。第三，年度看年祈祷会定伫12月31日，就是今仔暗时9点半至0时10分要来举行。敬邀着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一同来孝顺上帝赐予咱规年的稳定，并一同来仰望上帝赐恩带领着未来新的一年。第四，各段续平姊妹将伫2024 1月7日，就是拜六上午8点半，伫殡仪馆要来举行着日莲礼拜。下午2点伫教会要来举行着个别礼拜。若要参加为歌献诗的兄弟，请伫当日下午1点伫教会1楼要练唱。这个录音段已经伫红布公布伫教会消息公告的群组，敬邀着兄弟姊妹同来送别咱亲爱的姊妹，并且为着家属守望祈祷。第五，本会高等新人关怀事工要来招募，邀请有位愿意参加事工的兄弟，请用陈小金小组长来报名。咁么补充报告，这是要请代表敬拜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今仔日是真特别的一日，大家敢知为虾米最特别？吼，大家会当来看咱的周报吼，咱的周报咱来看第一抓，咱看2023年12月31日啊，第几周啊？第53周呢哦。第53周拄到礼拜日，这毋知是吼几年才会当拄到一摆吼？为虾米遮尔特别呢？因为他拄啊牧师讲吼，今仔日今年的最后一天是礼拜日。其实呢，今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嘛是礼拜日，所以咱感谢主，咱对头到落尾，咱拢用敬拜上帝，拢用阿乐上帝来到伫主的面前来经过。所以这时今仔日，咱特别用咱的歌声，特别用咱的敬拜阿乐来到伫主的面前来尊迎咱的上帝。请咱同齐起立，咱做伙来到伫主的面前，咱要用伫透早起来，咱就要来阿乐咱的主，敬拜咱的主，互咱的主伫咱的活命当中得到荣光。透早起来，阿乐主。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上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上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我将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上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我一摆来宣告，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上帝。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上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各位兄弟，这时咱就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为着咱经过的平安来祈祷。因为咱知影有上帝伫咱的内面，因为咱透早起来，咱拄着耶稣。因为透早起来有耶稣伫咱的内面，所以咱心内面就有平安。咱就来到主的面前，献上这个平安祭，将感谢、荣光归给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我感谢你，你听从你恩典充满伫我的内面，让我的心来到你面前讲，是上帝，你是保护我每一天平安的主，你让我平安来到你面前，我的心无惊吓，我的心充满喜乐，我的心充满有上帝你的听，你的荣光同在，因为我知影这是上帝，你伫我生命当中每一个领导我行过的路障，让我的心来到你面前，讲主啊，我祷告要来荣光
了主，透早起来，饿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饿了主，透早起来，饿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享受万民的主。我将我的生命，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享受万民的主宰，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上帝，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民的主宰。透早起来，饿了主，透早起来，饿了主。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透早起来，饿了主。透早起来，饿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咱心内面有平安。兄弟姊妹，请坐。咱感谢上帝恩典甲疼痛，赏赐予咱伫活命当中的平安，予咱心内面满满得到对上帝所来、对天顶所来属天的平安甲喜乐。所以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就要来到伫主的面前，献上这个上帝所喜悦的小祭甲平安祭，来到伫主的面前。亲像保罗伫罗马书当中所讲的，咱将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咱真实的敬拜。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要用咱的歌声，咱要用咱的全心全灵来献上伫上帝的面前，讲上帝，这是你所欢喜的祭，愿的心来到伫你面前，幸福独独要来敬拜。学到你的名。我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可你，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我心
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告你的名。时常敬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又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又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亲爱兄弟，这是咱搁一摆来到伫主的面前来祈祷，在亲像诗歌当中所讲的，互咱会当伫主的面前奉献感谢的祭，并且咱会当求告上帝的名，求告上帝的名，因为伊伫咱的内面做王，因为咱引带咱每一天的人生，伫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有上帝咧陪伴，有上帝咧引带，所以咱的人生伫主的恩典当中，咱的人生得到保护，咱的人生得到上帝疼痛甲照顾，咱只是特别着求上帝亲自引带咱，互咱伫未来一年犹原有上帝恩典疼痛，照着今年同款，心思互咱有平安、喜乐、有稳定、有快乐，咱伫主的面前同心开嘴来祈祷。主，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讲，我的心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求告上帝你的名。主啊，因为你是阮活命当中唯一快乐的源头。主，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讲，上帝啊，主，你亲自心思我在，让我的心中来做我，我的心你的面前，你的面前当中，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当中啊，愿你亲自做事，愿你亲自来做我，让我的心挖可你，让我的心爱你，让我的心称上你的名。主啊，这是对你所能坐在天堂，愿你的面前，我要举手来恳求讲，主啊，这是你所欢喜的祭，因为伫我活命当中，你的疼痛，你的慈爱永无止线。我的心要对你所讲，对你野手，对你欢呼，对你敬拜，阿乐上帝你的名，因为你是我的主，是掌管一切的，愿道要来野手，阿乐你。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又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愿我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又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永远我的人
献出我的心，真情思无你，诚心敬拜你，称颂阿乐你的名。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永远袂怀疑，永远袂转移，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石磐，是我安稳的靠岸。你受死，我平安，受死予我满满的爱，你救赎我的生命，拯救我离开黑暗，你是我的帮助，是我力量的作为，你的话，互我的心坚定，全心全意来跟随。兄弟姊妹，当咱搁一摆要来唱这首诗歌的时阵，将这首诗歌称做咱对上帝的祈祷，将这首诗歌称做咱对上帝完全的奉献，咱对上帝，咱对咱心内面的宣告，咱要对咱的心讲，上帝来到主耶稣进入到伫咱的活命当中，引带咱，赏赐予咱平安，救赎咱的活命，予咱的心特别来跟对伊的话来行，对上帝来祈祷，求上帝继续引带伫咱活命当中，赏赐予咱平安、退力，予咱的心跟对耶稣的脚步，永远无偏离。咱同齐起立，咱搁一摆，咱要来用诗歌，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回应上帝。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人，献出我的心，真情思无你，诚心敬拜你，称颂阿乐你的名。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永远袂怀疑，永远袂转移，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石磐，是我安稳的靠岸。你受死，我平安，受死予我满满的爱，你救赎我的生命，
专心专意来滚滚。一摆来想你想思，想思我平安，想思予我满满的爱。感谢你救赎我的救赎我的生命，拯救我离开我，主啊，我的正做我的力量，是我的帮助，是我力量的转弯，你的话，予我的心坚定，专心专意来滚对主，你的话，予我的心坚定，你的话，予我的心坚定，专心专意来滚对。主你的话安定伫天，对近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万物对你所创造，活命对你所来。愿得到平安照顾到如今，你栽种阮伫上帝你的殿中，享受阮逐样的丰盛。享受阮经过苦难的平安，享受阮伫困难当中所学会晓的智慧甲能力。你的信息永远拢伫地。愿感谢上帝，你的听头。享受阮今年丰丰富富的一年，对年头到年尾，你享受。互阮身体健康，互阮伫迷茫当中，伫毋知要安怎样的时阵，阮会有祈祷的恩典，就是阮会通甲你讲，阮会通敲找你的引带，并且上帝，你一直拢伫遐咧听候阮，互阮会通来向你祈祷的时阵，得到你的垂听，愿伫你。会照顾甲引带内面，阮的日子无抵到白白来经过，乃是伫其中经历上帝你的引带，明白上帝你的旨意，搁较甲家己交托互你，会当甲家己放心交托互你。阮活的就是见证基督，就是基督的显明，就是阮离开世间，嘛是好得无比。是甲上帝你三角徛起，所以主，我要感谢你的恩典。透早起来，阮会通看到你；年初的时阵，阮看到你；年尾的时阵，阮搁较会当敬拜你。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信息、你的慈爱，甲你的百姓三角徛起，见若超找你的，拢对你得到平安；甲你三同行的，拢得到丰盛。我靠你的大有能力。什么欠缺都拢总无，独独伫主你的内面，领受属天的祝福，地上的平安、能力甲丰盛，互阮赢过撒旦一切的攻击。伫你的内面，阮会通定心有快乐，因为你为阮做清洁的心，互阮内面定心有正直的灵，踮伫你的内面满有福气。感谢主，将一切颂赞而乐、荣光拢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拍手来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伊照顾咱、保守咱、引带咱伫基督的内面得胜告存，大大的得胜。我靠主，满有力量，满有智慧。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当心来上读新的诫命。
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也做请坐。这时咱要当心来启应上帝的话。今仔日咱所要上读的是启应文第53篇。53篇，我来请兄姐来用，下一部分请咱就一同来读。启应文53篇，我当日所领受的，又搁传予恁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讲，咱的罪死了，并且搁埋葬了。又搁照圣经所讲，第三日搁活了。若基督无有搁活，咱所传的便是枉然。恁所相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无有搁活，恁的信就是枉然，恁犹原伫罪内面。就是伫基督内面困了的人，也灭无了。咱若倚靠基督，敢若伫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搁较可怜，但基督已经对死里搁活，正做困了的人的初熟的果子。是啊，你得胜的权势伫倒位？是啊，你的毒膏伫倒位？死的毒膏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互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兄弟啊，恁的确爱坚固，唔通摇动。常常极力做主的工，因为知影恁的劳苦伫主的内面，毋是徒然的。阿门。感谢上帝，愿上帝赐福伊的话，成做咱每一天的快乐。阿门。这时咱要当心来领受上帝的道，咱请牧师来正道。谢谢。咱请献开周报第4面，咱来上读本周主要的几段经文。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这经文，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进入一个庄头，有10个生大胎哥的迎面而来，远的听到关声讲：“耶稣老师可怜阮吧！”耶稣看见，就对因讲：“恁去甲身体互祭司察看。”因去的时阵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看到家己已经好了，就转来大声归荣光予上帝。又搁拍拜伫耶稣的脚前，感谢伊。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讲：洁净了的，毋是10个人吗？9个人伫倒位呢？除了这个外族人，无搁有别人转来归荣光予上帝吗？就对迄个人讲：起来，行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耶稣到了彼得的厝内，见彼得的丈母着热病倒咧。耶稣甲伊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伊就起来服侍耶稣。咱甲上帝同工的，也劝恁毋通白白领受伊的恩典，因为伊讲伫业立的时阵，我应允了你；伫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啦，现在正是业立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阿免。咱搁再一届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仰望你的听堂，读到你的话语，诚侪这个世界安定的力量，佮较是人的心
平安的源头。恳求亲爱的圣灵亲自运行伫阮当中，对阮讲话，因为只有你会当互人的心明白你的话语，只有你才会互人传讲你的话语，传达得清楚甲正确。人的心都无家己的计谋，但是口中的话语是出自耶和华上帝你的恩赐。所以求你洁净阮的嘴，洁净阮的心，洁净阮的灵，互阮会通听明白，互阮传讲的受教时会讲得清楚。上帝，阮恳求你的恩典，恳求你这样教示阮的恩典，恳求你教示阮活命的恩典。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上帝听从伫个祝福内面，咱经过的日子，伫伊所享受的平安。顶礼拜的时阵，咱有看到撒该伊的活命。撒该因为拄着耶稣基督，所以伊的日子内面有一寡新的改变。伊拄着耶稣基督，所以开始学晓怎样来伫伊的活命内底，断绝一寡物件，舍弃一寡物件，离开一寡物件。伫伊的生命当中，伊来伫遐呢舍弃一寡物件，伊甲伊所有的财产的一半来分予送养人。亲爱兄弟姊妹，撒该是一个好野人，总是伊伫这当中呢，无顾惜成本。其实最近的时阵，我看到迄个影片，搁再一摆互我想到，这个毛泽东毛泽东伊的孙住伫美国，了后时阵伊有一片影片，伫个所在，当伊年老的时迄阵我看影片的时阵，大概已经有50-60岁啊。了后伫因兜内底全部拢总是金金的含的马桶都用金拍的了后面床嘛是镶金的了后伊安尼翕咧上，了后一直沿路翕，沿路讲，哎呀，我的人生已经行到这，这面床黄金啥物物件，我拢无法度早走，哪会遮可惜啦？我已经人生要行到上路尾我哪会遮可惜？我哪会无法度甲这物件正走？我感觉足可怜的，我感觉足可惜。你看，伊是一个真好野的人。人物件拢用金拍，但是好野到一个地步，咱人的物件到野用就好。咱若是伫迄个所在一直接触的时阵，其实到伫路尾，咱无一定早会走。终其路尾嘛是别人咧替咱处理。所以，但是咱若是甲这物件放伫上帝国，咱甲咱领上帝国的利息，咱都会开袂了。咱会当伫当中来断圣经内底讲。迄个时，撒该伫遐讲，我若是甲人欺骗的，安尼我就刑伊4倍。伊断绝这不义的收入，伊做出赔偿，伊连本带利来刑人，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决心。所以你来看，伊一半的财产赔人了，佮刑人4倍。过去毋知影共亏欠偌济，无定伫位放重内，无定收重税，去诈欺别人。但是伊讲，我若是遮的，我拢总做出赔偿。亲爱兄弟姊妹，迄毋是干那讲口头上来讲，伊爱做出，比如讲欠工位兄偌济伊还去查小铺了，去摕遮物件，无定是伊是放领，无定是叫人来，还是家己亲自送去。无论安怎样，总是来做出赔偿。了后伊离开，伊讲我若是诈欺了啥物别人，安尼伊离开即个诡诈的心思。所以，伊对着伊的内心一直到外口，对着伊外口到伊的内心，伊做了一个新的改变。年底，今仔日，咱需要做一寡活命内底的断舍离。咱必须要做一寡代志。你知影内面，咱要放新的物件入来，咱必须要有新的，爱有空间。咱若是无空间，咱就无法度将物件放入来。咱的内底若有是一寡只无互上帝欢喜的，安尼咱家清出去，上帝欢喜的，才会当放入来。若是无的时阵，咱就是甲新的物件加入来，
其实嘛真容易拉散去。一喉水内底，一个地喉啊内底，伊内底若是放着一寡化学的毒素，咱就是佮伊添佮较济水入去，伊嘛是毒，伊嘛是毒药啊。咱爱怎样？伊就是敢若两三滴伫遐，咱就是甲伊倒足济水入去，迄喉水嘛是安怎？嘛是垃圾的，所以爱安怎？爱甲倒掉。最近我看一个影片啊，我感觉一个真，迄真正是吼，迄庄头啦，迄规庄的人吼，操1点仔去互人灭了了。一个阿姆嘛吼，伊种个鸟鼠药啊，伊个鸟鼠药啊是粉的嘛，所以吼，伊就怎无张持吼吸落迄个米缸内底，所以伊就甲迄吼米吼啊用水甲伊拖洗的，啊就煮来食，因为毋甘嘛吼，啊所以就煮来食。结果头一个吼，因翁互伊头死，啊伊家己吼差一点仔死去，啊伊叫救倒转来，啊伊就无死，啊就想讲啊，啊若无死吼，无死安尼吼，安尼伊就想讲啊人较袂正直，啊无来又鸡食，所以伊就甲遐煮的饭啊，全部拢讲啊吐去互遐鸡仔食，结果食一个啊鸡仔拢死了了，啊伊讲食鸡仔拢死了了，啊伊讲哦安尼足无足拍算的，结果咧办因翁的丧事的时阵啊。伊就庄头的人拢来斗相共嘛，结果迄时阵吼，伊家遐鸡仔拢抬拢互遐庄头的人食。啊，尔话食一个吼，规庄的人伫咧救护车吼，安尼救甲无得救，吼，规个庄差一点仔互伊灭了了安尼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活命内底若无将着遐毒素清走，咱的人生就定定活伫即个毒的内面。求主互咱会当看见，今仔日哦是。一年上落尾的一天，咱会通伫咱的活命内底做一寡摒扫，做一寡清除，将迄个内面的歹该清出去，咱就有空间，互耶稣基督、互上帝、互圣灵带伫咱的内面，了咱的改变。咱就接待耶稣基督，咱毋若敢若摒互清气哦。圣经内底讲啥？圣经内底讲，咱若是摒扫了后。清气啊！但是无迎接主入来咱的内底，圣经讲，迄个人，迄个鬼互伊赶出去啊！总是无邀请主耶稣入来，结果伊时阵啊，伊搁去带7个比伊搁较害的，安怎害溜溜啊啦！哦，所以求主怜悯咱来接待耶稣基督，邀请耶稣基督入来咱内面。咱的活命会带来一个新的改变。圣经讲，咱会有后生查某囝的名分，就是对上帝所来后生查某囝的名分。主耶稣讲，今仔日救恩临到这个家庭，请会记哩，伊原本嘛是啥亚伯拉罕的子孙哦。但是虽然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主耶稣讲啥？救恩今仔日才临到这个家庭。听我的意思吗？毋是阮老爸做牧师，阮阿公做牧师，所以我自然就会得救呗。每一个人的救恩，拢是家己和上帝的关系。咱若开喙邀请耶稣入来，咱的人生就有耶稣做咱的主，引带咱。就是我的老爸，虽然是江洋大盗啊，杀人无数，但是我若是听到耶稣呼唤的声，我来相信耶稣基督。我犹原是安怎圣洁上帝后生查某囝，甲阮老爸的过犯罪恶无关系。所以每一个人的救恩，拢是出自伊和上帝的关系。咱若开喙呼叫主耶稣的名，伊就赏赐互咱会当成做上帝后生查某囝。所以咱的心迎接耶稣基督，互基督降生伫咱的内面。咱就能过着一个真实活命的救恩。那么，咱定心来思考，基督敢有降生伫咱的内面？顶礼拜，咱伫这个所在来为兄弟姊妹行洗礼，然后咱邀请耶稣基督入到咱的心中。咱感谢主，兄弟姊妹入到伫这个人的兄弟姊妹来领受上帝的救恩，活命进到其中来。上帝顶头生会开力伫伊的内面，但是会对着时间经过的时阵，咱会渐渐袂记即个感动无？咱伫基督的内面，咱做上帝的囝，
敢是干那伫迄个时阵入一个户口，上帝敢是无引带咱、无教示咱？毋是，上帝伊对咱有心意，就是咱到伫年老的时阵，咱来认捌上帝、经历上帝，甲上帝三甲同行。咱的生活有更新，咱爱会当顶头行倒转来伫上帝内底咯。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讲，耶稣耶路撒冷去，伊其实是对北边来行，到南边面。用即句话，用咱台湾来比评的时阵，就是讲耶稣基督对着台北迄个所在，一直行沿路行，爱经过桃园，爱经过新德，了后来到伫撒玛利亚这个所在遮，入了一个庄头，安尼讲的可能是来到苗栗啊。了有10个生大太哥的，迎着伊的面，远远徛咧，讲耶稣老师可怜我嘛，是安怎样远远徛咧呢？因对着伊的面来，但是人生大太哥的时阵，伊规身躯会生粒仔，会老人。那生大太哥的人吼，因必须要用巾仔甲家己包起来，为敢若走出来2粒目睭会当看路看人，所以规个拢爱包起来，了爱画。那有看到人的时阵，就拢爱讲无清气，无清气，无清气，就是讲啥？你知影？你若咧芳个烧水有无？吼，你讲是咧芳个烧汤的时候，烧哦，毋通来哦，就是亲像安尼啊。所以呢，迄个时阵哦，耶稣，你若着大太哥的人，因着安尼伫个所在发声，无清气，无清气，无清气。所以人安怎拢袂当靠近伊，因为伫迄个时代内底，大太哥是无药医的，真大了后呢，因遮人安怎拢会捡做伙有的时阵呢，因遮人会住伫山坎，也是山洞内底，人同齐做伙，所以有以色列有几个所在，或者麻风国，麻风国就是专门咧遮人同齐做伙伫迄个所在生活。那么呢，因的生活到伫因就是爱家己住伫另外一个所在。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呢，因伫过年过节的时阵因会出来伫迄个所在甲人分，就亲像乞食共款，人会甲因救济。若是伫麻风国迄个所在，因遮亲戚朋友会甲迄物件摕去到迄个山洞的洞口了，但是迄个人袂当出来，爱听甲亲人离开的时阵。人才出来，伫迄个洞口的所在，甲物件摕入去山洞内底食。所以因的人际关系是安怎？是敢若会当同病相可怜，无啥物人生的愿望。因唯一的一项代志，就是等死啊，就是互生命过完去，等死。因为安怎？因甲社会是完全脱节的呀。毋是因无爱进入社会，是社会已经拒绝因。所以因伫个所在，远远徛伫，无定定伫牧师徛伫遮，我大太哥耶稣基督对着迄门口就我就讲耶稣啊，老师啊，可怜我啊！所以10个人伫个所在大声喊话，迄个声音毋是干出伫伊的声，是出伫倒位内心的期待甲愿望。耶稣啊，老师啊，你可怜我啊！亲爱兄弟姊妹，人需要，因的人生已经到绝望，因毋知要安怎样行。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其中了耶稣就听来甲因讲，伫迄个所在呢，耶稣伫迄个所在甲因讲讲啥啊？讲恁去甲身躯祭司查看，因去，伊就看到因伫去的时阵，因就发现因的大太哥已经清去了。了其中有一个人看到家己好就转来大声归荣光予上帝，又搁拍伫耶稣基督的面前，伫伊的骹下来甲伊感谢。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互人看无起的，因为撒玛利亚人因的信仰掺杂真济。迄有淡薄亲像咱有一寡人安尼讲牧师，你敢知影咱即马台湾其实有2个国家呢？咱台湾即马有2个国家，你敢知影？我聊信即句话。落水溪以南或者南国，落水溪以北特别是台北或者天龙国，安尼知无？所以即马咧选举的时阵，是2个国家咧相拼，
哦，就南国甲北国啦，南国甲天龙国咧拼，哦，所以其实我有诶时阵想台湾和台湾哦，和以色列哦，真正不止啊真相像。哦啊，了诶时阵哦，咱拢讲啊，有诶人就会安尼讲，天龙国哦，根本毋知影哦，人间疾苦啊，毋知影世间咧受苦啊，吼，啊一日间就讲安怎，啊了诶时阵，天龙国诶就讲啊，恁遮吼一日间敢来画台湾独立安怎样啊吼，啊总啊，我来讲，咱爱伫迄个反正因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咧南边遮犹太人吼，看袂起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捌互人殖民过，就是吼，因互人互其他外国的人吼入来教因当中，所以呢，因受过真侪刁待吼，甲真侪遮外邦的人迁入来因内底，因伫信仰内，因伫人口内底吼无甲偌纯正，伫信仰内底吼因嘛无甲偌纯正，所以呢，南国这边犹太吼，甲犹太甲这个利未这两边的族派。因也看袂起北国遮的人，但是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伫其中，这个撒玛利亚人伊看到家己好，其他的是啥？其他的拢总是犹太人哦，犹太人南边这边的人。耶稣讲毋是10个吗？了后这个当中除了无个人倒转来归荣光互上帝吗？哦，所以迄当中内底伊就怎样？伊倒转来，亲爱兄弟姊妹，伊倒转来了后伊怎样？归荣光互上帝。伊大声归荣光互上帝了后，佮安怎拍带伫耶稣的脚前？什么是伊去的时阵安怎？就去。人去的时阵，伊就结晶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即教的人伊去的时阵安怎？检采是重新佮回头倒转去过因家己想要过的生活。因无有生出一个感谢的心来，认为讲这原本就是我本来就应该安尼。有的时阵，咱的活命内底，敢会是原来安尼？计成亲像咱今仔日，逐物件拢总好的时阵，我本来就应该安尼。我有车有厝，我有遮的真侪好的成绩，我的财产即马可能8个数字、9个数字，本来我就应该安尼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结果伫身躯病痛来得到医治，咱的人生上帝存留咱到伫遮的时阵。了后，咱继续过咱家己的生活。虽然咱得到上帝真大丰盛的恩典，总是呢伫当中咱伫遐欠缺。另外，咱过家己想要过的生活，咱无上帝来引带咱、更新咱，就是我家己嘛真容易落入这款的情景，无愿意互上帝来引带我。明明知影上帝伫迄个所在，安尼行安尼做，总是上帝对我有期待。但是我家己嘛检采，佫会偏行家己的路，毋免真侪项呢。只要有一项安尼的时阵，我的人生就无法度继续迈向上帝要定着，互我的阳光。毋免真侪项，只要有一项，安尼我的人生就无法度迈向上帝要互我更较丰盛的人生。由上帝怜悯帮助我。互咱伫即个年尾的时阵，咱少念即个代志，咱知影怎样？咱去的时阵，迄个人伊去的，迄9个人去的时阵，因的生命拢重新得到改变哦。因的人生、社会地位，啥物拢重新得到恢复。原本因是绝望的人，但是即个时阵，因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即个新的开始，因并无感谢上帝。无感谢耶稣基督，但是这个人伊倒转来，伊的心甲伊的价值观有顶头翻头倒转来，伊归荣光互上帝，伊认出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伊来拍败伫耶稣基督的面前。亲爱兄弟姊妹，有一首诗我有这奇异恩典，讲我古早的时阵丧失，但是我今仔日互上帝甲我找倒转来，我古早猜谜看无，但是我今仔日看有。这个人，伊嘛当唱这首奇异恩典的诗歌。伊讲：过去我着麻风，着太高，但是我今仔得到洁净。过去我的人生是绝望的，但是我今仔日会当倒转来尊荣上帝。另外一方面来讲是啥？上帝咧尊荣咱的生命。请问是咱大声尊荣上帝的生命，还是上帝大声尊荣咱的生命呢？
对大太高的人来讲，的确是上帝大声尊荣咱的生命嘛，对无？互咱有光彩嘛。尊荣这个字，就是互人有光彩，互人有阳光。我过去是一个太高的人哦，但是今仔日耶稣基督医治我，是耶稣基督大声互我有光彩，对无？对这个逻辑来算的时阵是安尼嘛？我原本是绝望无五望的人生，但是耶稣基督互我得到一个新的开始。我的太高离开我的生命重新得到改变，我的人生地位，我伫上帝面前称做上帝的百姓，这个身份恢复倒转来。所以是上帝大声尊荣我，我了后才来尊荣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所以，这个人伊有这款的心思意念，伊对着一个伫我有恩的迄一位来表达感谢。这是咱人所以做人的本质甲礼貌。咱帮助人，咱照顾一个人，咱扶持一个人，咱无一定会期待讲，这个人就爱甲我讲，牧师啊，谢谢你哦，工位啊，谢谢你哦，无哦，咱无一定有这款的期待。但是当工位遐来帮忙我的时阵，我应该爱安怎讲？我应该要有一个上介基本的本质嘛。我讲啊，工位啊，真多谢你。人甲我斗相共，毋是伊应该的。无任何倒一个人应该替人做啥。但是当人替咱做啥的时阵，我若袂晓甲人讲多谢，袂晓甲人讲啊，真多谢你，麻烦你啊。我若袂晓安尼，我就失去我做人的本质甲基本的礼貌。亲爱兄弟姊妹，何况咱对迄一位赏赐咱活命的主上帝，咱敢毋是搁较应该定定存着感恩的心？上帝今日存留咱的生命，对年头到年尾，今仔日稍微传道咧，带咱唱敬拜的诗歌的时阵，咱三个做敬拜的时阵，稍微传道讲一句话，哎呀，我听得真感动。正月初一到12月31，拢总是礼拜日。今年咱对礼拜开始，今年咱也伫礼拜内面来完成。上帝真正是对着咱有真大的提醒，年头到年尾，拢是伊赏赐阳光的日子，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有一本册，或者用感恩的心来做人，用责任心来做代志。这本册内底有讲到，讲一个人心怀感恩，安尼伊就会晓珍惜家己所拥有的一切，更加会当承担较大的责任，并且将责任化作积极的行动，了伊的人际关系以及伊的成就、人生的成就，拢会更较大。来，即马咱做一个功课哦，甲你头前后壁的人哦，你拢甲伊讲一句，甲伊讲一句感谢的话，我看咱会晓讲啥物款感谢的话。来，甲伊讲，前后左右的都跟他说一句感谢的话，头前后壁拢甲伊讲一句啊，头边正边拢甲伊讲一句感谢的话啊。咱真正感谢主哦这是一个荣耀感谢的时刻啦吼。我今日哦真欢喜哦，我咧感谢袂了哦，感谢主啦吼！你啊愈会晓感谢，你就愈欢喜。今日哦真欢喜哦我对台语迄个啥，当咧唱诗歌的时候，我看到丽文吼，丽文和妈妈吼，因做伙有来吼，来咱甲丽文甲妈妈吼，甲拍波吼，感谢主吼。这个真欢喜吼请坐请坐吼。
真欢喜，实在吼，伫上帝听内底，你勇敢妈妈吼，因为因伫即个身体上有较软弱，所以伫即个疫情的时间内底，真久无通来，总是呢，牧师有甲因请安的时阵，伊就讲牧师，阮若是天气较烧热的时阵吼，身体较恢复，较勇健的时阵，就会来。我真欢喜吼，今日会当看到妈妈吼，看到丽文，真欢喜吼。所以感谢上帝啊！伫伊祝福的日子内底，咱愈会晓感谢吼，咱的生活就会愈来愈好。圣经伫即本册内底吼，甲咱讲到啥，人际关系会愈好，伊的成就安怎，嘛会愈大。所以定定会晓感恩，这真事实啊！咱有的时阵吼，咱就是敢若甲人做伙讲话吼，咱真无意爱听到迄个负面的话语。我若听到，我若甲江文兄做伙的时阵我就甲伊讲，江文兄，我你讲哦，迄苏英姐吼，伫迄水漂阮遐迄安怎迄安怎迄曾德姐吼讲，迄一讲甲我讲安怎，结果伊也无安怎迄实在，你知影？听到即个话安怎？你人听久吼，你会足恶杂的哦，我无甲你骗。所以吼，毋好讲即个话曾德姐。甲苏英姐，我是无讲恁歹话啊，我只是因为咱是好朋友，所以我才安尼讲，就照恁咧做一个例安尼尔。其实咱的活命内底哦，定定爱感谢。实在讲哦，我一工吼伫咧俗俗仔卖啊，俗俗仔卖伫倒一边，迄边。我就拄着苏英姐，苏英姐真正足有分享的能力哦。会拄着我伫遐咧买物件的时阵哦，伊就看到我，迄时阵就甲我分享伫即一年内底，伊真侪感恩的代志，实在是真大的恩典。阮曾德姐伫即个菜市仔小组嘛，其实伊拢安尼做真侪默默。我见摆讲曾德姐你来做小组长，伊讲牧师卖啦，我会当做真济代志但是你莫叫我做小组长啦。所以牧师去中国的时阵2礼拜拢伊咧带。其实人家兄弟姊妹拢也讲曾德姐带了足好。我其实是歹势甲伊讲，其实伊带了比牧师较好。亲爱兄弟姊妹，人际关系若好，你的成就就会更较大。所以甚至有的时阵有一句话安尼讲啊，莽汉不打笑脸人呐。粗鲁人你若看到一个人面安尼笑笑的时阵伊嘛袂甲拍。所以人爱定定会晓感谢，用感恩的心来做人，用责任心来做代志。这本册内底甲咱讲，咱若定定有一个感恩的心，圣经内底嘛是安尼甲咱提醒，敢毋是？这本册内底迄真济原则其实拢是对圣经出来。总是咱着三甲做伙来学习。另外咧，美国有一本叫做《Real Simple》真正简单啊！这本册的杂志，伊讲感恩的人其实你要改运改运毋免你相命啦，改运你就是安怎定定心存感恩就会为着人生注入更较侪正面的力量，并且人会愿意安怎会意爱和伊做朋友。所以，一个人愈会晓感谢你的朋友就会愈侪。这本册内底有一个研究，真有意思用研究法呢，每一工你记录一项感恩的代志。比如讲昨的时阵有啥物通好感恩的代志我昨的时阵我想讲昨去食上清的这个年终的自餐嘛了因为牧师最近腰无好势啦结果的时阵就迄中昼要挖中昼迄阵就感觉足痛，会忝，所以我就倒咧。我想讲11点外来倒20分钟安尼12点才去。结果一日倒到1点的，你敢若就怎啊困去文官团队甲我敲赖嘛拢总无接到，因为我用静音嘛所以尾笑的时阵1点的时阵我就过去。过去的时阵文官姐就伫个所在讲牧师来啊，牧师来啊！了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咱牧师最近腰咧痛，所以牧师娘有甲伊讲牧师最近腰咧痛，无够好势，所以伊就讲来咱大家来为牧师祈祷下。
我就坐伫咧座位啊，伊就甲我讲，牧师，我要为你祈祷来，你请你来头前。我第一届互人叫伊头前祈祷，做牧师以来第一届互人叫伊头前祈祷，但是我迄个感觉足好，非常的温暖。上帝赏赐互咱有一群疼惜牧者的兄弟姊妹。即一份疼，我相信嘛会继续留伫咱的传道人、少伟、孟春因的心上。我相信这是上帝互咱教会上水的产业之一。所以我就想，昨有啥物特别感恩的代志，你逐工拢家记一项就好。其实有足侪通好感恩的，牧师娘足体贴我的，所以迄啥，我咧安尼伊就定甲我问讲你有较好势无？爱安怎甲你用无？所以你每一工爱记录一项特别感恩的代志。好了的时阵伊讲持续偌久呢？你持续记偌久呢？3721天。你只要若有安尼家记21天的时阵你将来伫半年内底拢会比别人搁较幸福25%。就是别人有3项会欢喜快乐的感觉，但是你会有4项。你的人生内底，只要是定定要感谢上帝。所以亲像少伟传道今日带起来的诗歌，第一首内底讲啥？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安怎？对啦，就是安尼啦，就是安尼。你只要见到耶稣，你就真欢喜快乐看到日头出来，今日好天气，感谢上帝恩典。毋是看到日头好天气，落雨感谢主，万米得到羊翅，这拢是真大的恩典。使徒行传4章20节讲，阮所看到、阮所听到，袂当无讲，咱会当借着文字来写。所以有个人会伫脸书内底，甲伊对着伊的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伫这一年所经历的，伊家记起来。有个人会借着嘴，伊会通分享；有个人会借着工作，伫工作的场所，伫遐呢含人三甲做伙分享，用生活工作的认真来见证上帝。有个人是伫伊啥物我拢袂晓，但是按照钱济钱济伊就安怎施舍关怀所以伊甘得施舍了，安怎伊个会当借着言行举止合一来见证信仰，这拢是一个感恩的行动这拢是一种感恩的行动。即款感恩的行动甲声音，马太福音内底讲，主耶稣有一天去到彼得的丈夫因兜了，彼得的丈夫伊得到热病，热病这个字无法度真清楚来知影到底是啥物病，但是一项代志就是或者啥发烧啦，并且安怎非常的烧，所以就是一般来讲的时候，大部分得热病的人通常真紧就会无去，因为伫迄个时代内底医术无亲像即摆遮好。但是主耶稣基督，甲伊的手甲伊摸，用手甲伊摸，伊的热就提起，伊就起来服侍耶稣。伊原本是倒咧，伊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安怎伊变做起来，伊开始有能力。人会倒咧，一种就是无能为力。无论过去我偌敖，无我就是会气化水会坚冻，但是当我破病的时阵，倒伫遐的时阵，我中风伤到我的心经言语的心经的时阵，我无才调讲话的时阵，我就是搁较敖，我就是过去是将军，我等下嘛是伫遐袂振动。所以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啥？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狮搁较强，这是真有意思的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狮搁较强就安尼，人生嘛是安尼。我做皇帝又搁安怎但是我做一个太监，无定着皇帝迄阵拢总袂当的时候，我做虽然我是一个太监，毋过我会当安怎业天子，号令天下所以真侪代志是安尼。所以人生内底有时咱会拄着一款情景，倒咧无能为力。另外一款是啥？
有能力，但是无作为啊。即马有一款族群哦，做啥？躺平族啊！人生遐尼当青年哦，当青春，当有气力的时阵，但是安怎样啊？倒伫遐，啥物都毋叮当，就敢若拍电动玩具。其实迄个人生悠然失去，这东西拢倒咧。吼，有能力无能为啊，无爱做。有了有一款是白白受上帝恩典，但是安怎无做见证，袂晓感恩。哦，另外一款是啥物货呢？伊过头注意到伫世界物质，对着属灵的世界一点仔关心拢总无。当咱有一天，当我即马活到60岁啊，无定着你的年岁阁比我阁较久，咱应该爱对着人生愈来愈有愿望。张牧师娘甲我分享一个代志，伊伫合唱团内底有一个人，不知啊真济岁。了后，伊就甲牧师娘讲，哦，因着伫迄个所在分享讲的时阵，伊讲哦，迄个人讲哦，我即马愈来愈惊死啊！我讲我嘛足惊死，牧师娘甲我讲，毋是迄个惊死啦，愈来愈惊死亡即项代志，愈来愈惊死亡即项代志，咱着爱去处理死亡即个代志啊，敢是安尼？毋是干那伫遐惊啊，惊就袂死哦，惊死就袂死，安尼咱大人拢会惊死，惊死嘛是会死嘛，所以咱着爱去处理死亡这项代志。咱对上帝有遮尔济经历，咱着爱去拍算。上帝赏赐互咱遮尔济恩赐，有喙会讲话，有手会做工课，有头壳会晓经营事业。咱领受上帝遮尔大的恩典，咱怎样回应上帝的恩典？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唔好一直倒咧，唔好一直倒咧，倒咧就是无力，就是无想，就是啥拢总无。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伊就甲主耶稣甲手一个摸，伊的热就提起啊，伊就起来服侍耶稣。但是伫路加福音这个所在啊，表达得阁愈清楚，伊就即时起来服侍耶稣，伊毋是干那起来哦，伊是啥？马上起来，伊随时就起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随时就起来，决定做这样代志。耶稣基督救赎咱的生命，咱爱马上做回应。上帝啊，我愿意伫这个所在来服侍你。你医治我，你遵守我的话命，你改变我，你让我对死里个我。让我对病痛得到医治，上帝，我要伫这个所在来服侍你，因为这个话命是对上帝所予咱的啊，上帝甲咱更新的啊，咱遵守话命到伫如今，敢毋是出伫上帝恩典？所以安怎即时起来服侍伊，毋是干那服侍耶稣？你知影？服侍哦，路加福音讲一个代志，讲啥？伊起来服侍因，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内底咧真济时阵是啥？主耶稣甚至讲一句：你咱将着一个服侍上帝的过程，来服侍一个上界细汉的细囝。主耶稣讲啥？这个人的确一定爱得到赏赐。所以，毋是干那伫礼拜堂内底服侍上帝做礼拜，乃是咱会晓服侍人、照顾人。昨个时阵上青团契用餐了，我阁看到一群这兄弟姊妹，大家人同齐做伙伫遐整理场地伫这个圣诞节日子、张早仔的时阵咱这个社区关怀内底圣诞无限的疼咱有对着这个低收入户的人，咱家包一寡这个红包甲因陪伴因需要有真济这样刀椅稍微传道呢伫当中对3楼安尼甲真济这物件甲伊搬落来。亲爱兄弟姊妹，这拢是一个极重要、极大的服侍。所以服侍毋是干那唱歌、讲道、抒琴、做礼拜。服侍真济时阵是做初工嘛，是咧服侍。迄个初工伫上帝面前看起来就变做啥？圣工。所以昨早的时阵哦，超9点左右咱有真侪遮相信的姊妹哦，因真透早就来，我就开始甲刀一直清一直清
该塞去后壁，该整理场地，了后，佮该恢复起来。我真感谢上帝，就是到伫年长的日子，在上亲的兄弟吼，犹原安尼关心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圣工，服侍这些双向的人。代表教会甲这些兄弟姊妹吼，深深一鞠躬啦吼，谢谢多谢哈，来拍拍感感谢哈，谢谢。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是愈会服侍，咱的活命就会愈来愈水，愈来愈好。即时马上立刻，拢啥无张度，因为你知影你所做的工是啥，上帝所纪念的。哦，所以咱马上做回应。有时阵咱若讲搁等一下，搁等一下，等到落尾，换咱有一天原本是健康的，到尾安怎变做躺平的，安尼就颠倒啊。所以阮阿娘定定讲一句话，着身体行行来服侍人，毋好听下甲倒伫遐互人服侍。阮阿娘定定安尼甲我讲啊。这本册这征服自己伊讲一个成功者不说却一直在做的事情。成功的人，因拢无咧讲，但是因咧做，定定咧做的三个代志。这本册内底讲成功有三个要素：第一，你爱真有好的计划；第二，马上采取行动；第三，坚持到底的决心。所以你有斟酌无？咱爱马上行动，马上行动。想到要甲啥物人敲一个电话，甲伊鼓励，马上行动。想到要和啥物人？计划啥物代志，邀请来做啥物代志，马上行动，马上行动。格林多后书讲，阮甲上帝同工，劝恁毋通白白领受伊的恩典。所以伫即当中讲啥？上帝应允咱，听咱的祈祷，咱对病痛中来得到恢复，对着活命内底得到上帝的听。咱祈祷得到应允，咱爱马上起来。所以呢，牧师甲各位邀请，咱爱有一本恩典记录簿。会记哩摊拄迄个小结论无？咱若是一工记一项感恩的代志，记几工？21工。了后的时阵，咱伫未来的半年内底，你的幸福指数会比别人高多少？25%。所以。有一本恩典的记录簿，你会愈来愈欢喜，愈来愈平安。了马上互人有回应、甲娱乐、甲祈祷、甲称赞。来，佮甲你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好，你今日穿了真水。你甲伊讲好，你的头毛白甲会翻金，甲伊讲来。亲爱兄弟姊妹就是安即时看到啥就甲人娱乐。我这点我做了较无够，我无数年定定去甲头毛电甲水水，转来我拢袂记哩甲人娱乐，你敢若？每一工为着所经过的平安来感谢上帝，嘛要困的时阵爱感谢上帝，定定感谢上帝。了后这圣经讲啥？伫业力的时阵，上帝安怎？你会救到你家己，啥物这救到你家己？你的心情会愈来愈欢喜，因为你会变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你嘛会牧养你的家庭，开始你的家庭内底定定产生感恩的话语，彼此相听的心。国家城市，咱若是这个选举莫定伫遐互相骂来骂去。你敢知影？因为安尼骂来骂去，到伫落尾呢？咱的国家安怎？定定就是骂来骂去，你骂我，我骂你，变做一款这款的物件，到尾会变做或者比烂的文化。但是实际上，咱爱做是啥？定定鼓励，咱爱讲我要做啥，我愿意做啥。所以毋是伫个所在。若小骂骂，甲人会变好世界早就变好啊！真正会变好是咱会晓存着感恩的心，彼此相听，迄才是上帝予咱的方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用言语祈祷，上帝会听到；但是用行动来祈祷，上帝就互你会达到迄个方所在。娱乐的声音，上帝听得到；但是娱乐感恩的行动，别人会当感受到你对上帝的敬拜。一生的感恩，一世人的感恩。
对年头到年尾，咱拢会晓感恩伫上帝面前。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用感恩的心来过咱一生的日子。甲伊讲，咱三角仔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你会听，甲阮同在。阮实在是感谢你，赏赐阮一群遮尔好的兄弟姊妹，彼此相听，互相鼓励，同行信仰的道路，也彼此相照顾。伫人生的过程内底，有你的听，甲阮相做伴，是借着兄弟姊妹陪伴阮，互阮知影你甲阮相徛起。阮看到兄弟姊妹，就亲像看到耶稣基督你家己。天父上帝，阮阁感谢你。你甲阮讲，阮也是定定常常喜乐，无烦恼，无看心，因为知影你掌权伫一切代志，安尼阮就一无跨路，阮行人生的道路都无互遐重担甲阮缀掉咧。阮乃是会当用信心仰望为阮开始，也为阮完成的主耶稣基督。阮的日子就要充满你的喜乐、平安、稳定甲疼痛。主，感谢你，赏赐阮感谢上帝的心，感谢兄弟姊妹陪伴阮的心，互阮的心定定心存感恩，感谢上帝，感谢身边的人，安尼就将上帝国带到伫地面上来。愿荣光归予你，我乐感谢归予你，平安疼痛祝福伫兄弟姊妹身上。就亲像过去你赏赐互阮同款，祈祷感恩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个时阵，我来颁发毋是奖学金啦，差点讲做奖学金啦，颁发敬老金吼，咱感谢主。来咱当中吼超过65岁兄弟姊妹吼请咱来到伫头前来吼，请咱来到伫头前来。满65岁以上的满65岁以上的，来，咱请咱来，咱请65岁以上的这兄弟姊妹，咱来到头前吼，来爱当身材较好的徛后边诶。身材较水的徛头前你看卖咧，咱规个，咱讲到65岁以上的，哎哟呀，乡亲啊，你也看，根本都4/5拢爬起来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好来，无要紧，这个你免变遐悬起来，来看。谢谢。感谢主啊，谢谢。来，谢谢。来脱口罩一个乡亲啊，来脱口罩啊。梦纯姐，这个灯帮忙打一下，谢谢。来，谢谢，来。感谢主啦吼，安尼吼。咱是子孙满堂，咱是阿公阿嬷满堂呢。来，感谢主恩典，上帝赐福，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来，牧师娘，来你对边帮我发过来，谢谢。来，感谢上帝听当哈，上帝赐福，阿公平安，来，谢谢，来，谢谢，感谢主，感谢主。谢谢，我这里来，上帝祝福，感谢主，来，谢谢，来，谢谢，来，拜托谢谢，来，各位拢有好来，马紧好来，谢谢，多谢，来个来，平安呀，平安，谢谢。来，拢有睇到无？来，王红姐，来。
哦，安尼吼，年厝足少年，你来徛遮，你来徛遮，来遮。哎，好，来王龙姐，谢谢，来，哦，来，哦，妈妈，谢谢，爱给你发2文无？谢谢，来，魔术牛来。来遮里啊，来遮里啊，徛较过来这里，来徛安尼，较过等者，徛较过，较过来一点嘛。来啊，遮哦，啊来徛出来哈，好，谢谢，来啊来，好来，安尼可以吗？哦，感谢主，哈利路亚。来哦，各有啥物来吼，来看头前哈，来。等者了，等者来，你换一个，来，好，谢谢，来，安尼好，来，谢谢。来，上前赞无赞？赞！好，来，谢谢吼，感谢好啦，好来，感谢主，来，咱三个来祈祷，嗨，咱同齐来祈祷，来，慢请小等一下哈，来，小等下，小等下，来祈祷，来祈祷，嘿。天父上帝，你会听，甲阮亲爱的乡亲兄做同在，主照你的应允所讲，就是到伫年老头毛喙鬚白的时阵，上帝你由阮抱阮伫你的行程，用你极大的恩典保护阮、照顾阮、引带阮，用你手中的巧妙赐福互阮，互所有亲爱的乡亲的兄弟，会当伫这个黄金的岁月。无看家己做无路用，乃是知影伫上帝你的手中，阮会通用口中的言语，用生活的见证参加聚会，引带见证上帝你的听，互上帝你的恩典，借着这的乡亲的兄弟，也祝福伫因厝内底的行儿顺。感谢主，将久长的岁月。人生的丰富，享受伫阮兄弟姊妹，特别伫遮个乡亲兄弟的身上，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搁再一届咱拍破来祝福咱的兄弟姊妹，谢谢。好，来请会座，谢谢。谢谢你。OK， 好，对不起。哎，好，OK，唔是，好 ，OK， 好，谢谢，好。咱这时要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请咱同齐起立来吟唱诗歌，同齐来奉献。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人，献上我的心，深思慕你，诚心敬拜你，称颂了你的名。主耶稣，我要来到你面前，永远袂怀疑，永远袂转移，因为你是我坚固的石磐，是我安稳的靠岸。你相思我平安。想赐予我满满的爱，你救赎我的生命，拯救我离开黑暗，你是我的帮助，是我了。
力量的泉源，你的话，予我的心坚定，全心全意来跟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引带加怜悯，定定甲咱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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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告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嗯。